2016年消费电子大展伫咧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今年有超过4500间的厂商甲新创公司来参加展览。在场内利用 AI 人工智慧研发出来的产品实在百款，其中也有真侪是民生用品，这也代表 AI 是愈来愈挖进咱的生活。 赤脚徛伫体重机，双手6手柄，这个看起来敢若运动中心定定出现的 InBody 测量机，即个会当测量的人体生物数据，比平常的加出袂少。2026 CES 消费电子大展伫美国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展示，根据 CTA 美国消费科技协会统计，今年包括1400间新创公司，有超过4500间厂商参展，其中有袂少拢是利便的民生用品，像有企业 注重伫个人领域，杀出第2代智慧体重机，会当测出患者得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前期数据，提醒患者量早发现治疗。We collect more than 60 biomarkers, and we make a total assessment of your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your metabolic health. 除了体重机，对于头毛发真紧的民众来讲，剃头毛的机器嘛是袂使无的。有新创公司研发全球头一个 AI 理发器，民众敢若需要伫头部戴好这个机器 ，AI 就会根据使用者的头型自动调整刀片的角度，让民众家己 DIY 剃头毛。 It uses a band that wraps around your head, the clippers themselves, and a mobile app to create a perfect men's haircut in less than 15 minutes. 介意去户外观察鸟的民众，伫即个展览袂使无看 AI 千里镜，这是总部伫中国的新创企业所研发的产品，会当互使用者用千里镜翕相片甲影片，仪器内底还有超大数据库，会当认捌超过1万种鸟仔，阁会当连接网络检测食物甲动物，也会当分享翕到的影片。 相片去社群平台。A lot of people really truly enjoy bringing those guidebooks, identifying the birds, identifying the plants and the animals that they see on the trail. This is water resistant, dust resistant. It gives you that opportunity to learn versus carrying around a lot of extra luggage. 另外，网络叫车平台 Uber 嘛，甲美国电动车商路西德自动驾驶技术企业 Nuro 合作，研发无人机能车，以路西德所发行的修理车款进行改造，伫车顶放感测器、监视器雷达这设备，互车会当360度全方位监测，车内还有互动式荧幕，提供乘客控制温度、座椅，还有娱乐系统。这款无人机能车顶个月捌伫美国旧金山园区开始道路测试。 一定会伫今年内量产，正式伫旧金山的园区展开服务。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